追思已亡諸信者。讀經一，恭讀智慧篇。義人的靈魂在天主手裏，痛苦不能傷害他們。在愚人看來，他們算是死了，認為他們去世，是受了懲罰，離我們而去，仿佛是歸於泯滅。其實他們是處於安寧之中，雖然在人看來他們是受了苦，其實卻充滿着永生的希望。他們受了些許的痛苦，卻要蒙受絕大的恩惠，因為天主試驗了他們，發覺他們配作自己的人。他試煉了他們，好像爐中的黃金，悅納了他們，有如悅納全燔祭。他們蒙眷顧時，必要閃爍發光，有如禾秸間往來飛馳的火花。他們要審判萬國，統治萬民。上主要永遠作他們的君王。依恃上主的人，必明白真理；忠信於上主之愛的人，必與上主同住。因為恩澤與仁慈，原歸於上主所選拔的人。上主的話。答唱詠。答句：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實在一無所缺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實在一無所缺。他使我躺在青綠的草場，又領我走近幽靜的水旁，還使我的心靈得到舒暢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實在一無所缺。他為了自己的名號，領我踏上了正義的坦途。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幽谷，我不怕凶險，因你與我同在。你的牧杖和短棒，是我的安慰和舒暢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實在一無所缺。在我對頭面前，你為我擺設了筵席，在我的頭上傅油，使我的杯爵滿溢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實在一無所缺。在我一生歲月裏，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。我將住在上主的殿裏，直至悠遠的時日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實在一無所缺。讀經二，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。弟兄姊妹們，難道你們不知道，我們受過洗，歸於基督耶穌的人，就是受洗，歸於他的死亡嗎？我們藉着洗禮，已歸於死亡，與他同葬了，為的是基督怎樣藉着父的光榮，從死者中復活了，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。如果我們藉着同他相似的死亡，已與他結合，也要藉着同他相似的復活，與他結合。因為我們知道，我們的舊人已與他同釘在十字架上了，使那屬罪惡的自我消逝，好叫我們不再作罪惡的奴隸。因為已死的人便脫離了罪惡。所以，如果我們與基督同死，我們相信也要與他同生，因為我們知道，基督既從死者中復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亡不再統治他了。上主的話。福音。恭讀聖瑪竇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對門徒說：當人子在自己的光榮中，與眾天使一同降來時，那時他要坐在光榮的寶座上，一切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。他要把他們彼此分開，如同牧人分開綿羊和山羊一樣，把綿羊放在自己的右邊，山羊在左邊。
那時，君王要對那些在他右邊的說：我父所祝福的，你們來吧，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。因為我餓了，你們給了我吃的；我渴了，你們給了我喝的；我作客，你們收留了我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們給了我穿的；我患病，你們看顧了我；我在監裏，你們來探望過我。那時，義人回答君王說：主啊，我們什麼時候見過你飢餓，而供養了你，或口渴，而給了你喝的？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作客，而收留了你，或赤身露體，而給了你穿的？我們什麼時候見你患病，或在監裏，而來探望過你？君王便回答他們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，就是對我做的。然後，君王又對那些在左邊的說：可咒罵的，離開我，到那給魔鬼和他的使者預備的永火裏去吧，因為我餓了，你們沒有給我吃的；我渴了，你們沒有給我喝的；我作客，你們沒有收留我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們沒有給我穿的；我患病或在監裏，你們沒有來探望我。那時，他們也要回答說：主啊，我們幾時見了你飢餓，或口渴，或作客，或赤身露體，或有病，或坐監，而我們沒有給你效勞？那時，君王回答他們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凡你們沒有給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做的，就是沒有給我做。這些人要進入永罰，而那些義人卻要進入永生。上主的話。